見最近天氣涼咗，諗住收啲芋頭要嚟整芋圓食啊！但係呢棵海芋嚟嘅喎，唔食得噶。芋頭葉嘅表面係超疏水性噶，可以將啲水或者其他液體濺走。至於海芋，佢嘅葉表面就比較蠟質，就濺唔到水。芋頭儲存營養嘅地下部係球莖，至於海芋佢地下部係一個塊莖，佢嘅形狀比較不規則。哦，原來係咁，但係點解唔食得海芋嘅？海芋其實係有毒噶。雖然海芋嘅毒理機制仲未完全理解，但係我哋都知道入面有啲草酸鈣針晶體，而我哋嘅皮膚接觸咗呢啲針晶體之後，就會引起炎症嘅反應。咦，咁我煮熟啲海芋咪得咯？唔得噶，唔似芋頭，海芋嘅毒性喺加熱之後都冇辦法清除。但係我依家就係想食芋圓啊！唔怕，我哋呢度有好多甜品喺度。